网络的通讯软体 Telegram 因为无啥咧管制言论，称在互一寡想空想胖的人用来传播假消息，也是诈骗、洗钱，甚至是走私毒品等等。即嘛，一个软体创办人杜洛夫伊人伫咧法国，去互法国的反诈骗办公室抓起来啊！ 通讯软体 Telegram 言论自由无虾米管制，互全球的活泼用户过去几档成长真急，到暂时达到9亿人。也毋过嘛，因为欠管理甲审核的人员，软体受到诈骗、洗钱、走私毒品这违法行为滥用。创办人兼执行长的杜洛夫因此获法国当局通缉。 经过法国媒体报道，杜洛夫是伫24坐私人飞行机，为亚塞拜然飞去法国，到巴黎郊区的勒布尔热机场的时阵，被法国海关的反诈骗办公室官员逮捕。今年39岁，杜洛夫是俄罗斯人，有俄罗斯萨克伯格的名号，前后创立社交网站 VK 甲 Telegram， 因为拒绝俄罗斯政府要求关闭反对派伫 VK 小号，佮爱伊甲 VK 平台卖出去，伫2014年离开俄罗斯，而且伫2021年加入法国公民。 2017年，俄罗斯借口要监控恐怖分子，要求 Telegram 交出用户资讯和记录了后，就互法院判决封锁服务，引起部分真实抗议活动。 Здесь за наше право иметь тайну личной переписки, наш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обеспеченное нам 23 статье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которого ФСБ нас лишает. 总部伫杜拜 Telegram 因为欠言论审查机制，伫包括香港反送中的抗争、俄乌战争的资讯战，拢有发挥作用。也不过其中有真侪无审核的内容，常常有错误的消息。美国福比士杂志估计，暂时杜洛夫的身价达到155亿美金。伊捌表示受到部分国家的政府施压，也不过认为 Telegram 社群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我是新闻台视同朋友。